哈佛研究發現啦，80%嘅健康問題咧都同慢性發炎有關㗎。好多人以為要食藥、要戒口咧先搞得掂，其實唔使，調整飲食習慣已經可以降低62%嘅健康風險。咁問題係邊樣習慣最緊要呢？你有冇試過飲完咖啡又食埋包餅乾，下晝就覺得周身唔聚財，甚至面上出粒粒，關節痛，成日覺得攰呢？啲唔係老化，係身體發緊炎。而引發炎症嘅元兇呢，好多時就係每日食落肚嘅加工食品啊、餅乾啊、薯片啊、調和油啊、即食麵啊。咁表面冇害呢，其實悄悄觸發體內嘅炎症反應。點解加工食品會引發炎症呢？咁因為入邊嘅糖分同精製澱粉呢，會令到血糖急升，導致胰島素抵抗，跟住呢就刺激身體釋放促炎因子。簡單講呢，就好似你日日幫身體放一把小火，慢慢燒。如果想熄火呢，首先就要戒到高糖零食。咁然後呢，煮飯嘅時候呢，盡量用橄欖油或者菜籽油呢代替色拉油嘅，因為呢橄欖油呢入邊呢有種叫油酸嘅成分呢，屬於單不飽和脂肪酸嘅，抗炎效果好強。如果真係好想食餅乾，可以揀全麥或者無糖燕麥做嘢款式，佢哋有豐富膳食纖維，幫你維持腸道菌群健康，降低腸道發炎。再搭無糖乳酪一齊食，入邊嘅乳酸桿菌可以加強腸道屏障，減少毒素吸收。咁樣食唔使捱餓，但已經好健康。其實如果真係忍唔住破戒，食啲容易發炎嘅嘢，仲有冇得補救？有，試下飲薑檸檬水。生薑入邊嘅薑辣素可以抑制促炎因子，檸檬嘅維他命 C 又可以減少氧化應激。或者食奇異果，維 C 含量高，修復氧化損傷好快。如果飲咖啡、飲奶、食蛋咧會出粒粒，試下換成低因咖啡、燕麥奶同埋淨食蛋黃。有啲人咧其實只係對蛋白敏感，抗炎係長期嘅事。扭炎破戒唔使驚，記住一句：抗發炎唔係要你戒口，而係學識揀啱嘢食。今日開始試下用橄欖油煮餸，食全麥餅配乳酪。